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。今天是2025年9月20号，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，聊聊中国的房地产。昨天晚上关于深圳核心区放开限购，就是变相放开限购，这个传言传的是神乎其神的。结果今天深圳官方就辟谣了。这个财联社报道，深圳核心区放开限购，官方回应。据深圳网络辟谣官方平台深圳网络辟谣消息，今日有关深圳核心区放开限购内容的微信聊天截图在网上流传，称各项目如果有客户是因为购房资格限制不能买房的，可以申请特殊渠道解决，引发关注。经核实呢，深圳市今年9月5日出台了房地产调控政策，并不存在网传的深圳核心区放开限购的情况，请广大市民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虚假消息。昨天咱们节目也说了，首先第一个，谣言往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，最次它是至少代表了某种深意。一，说明9月5号深圳这个楼市新政恐怕效果不太好，没有达到预期，或者是没有达到有些炒房客的预期，觉得力度小了。第二个也说明这些炒房客急需政府出台更大力度的措施，步子再快一点，步子再大一点，是吧？步子再快一点，胆子再大一点，也说明了这些炒房客一种迫切的心态，说明炒房客恐怕已经扛不住了。至于说有人会上当受骗，我想这个你说你还怎么上当受骗？你还不至于因为这个消息你就跑去买房或者卖房。所谓的上当受骗恐怕都是那些炒房客。现在楼市比较低迷，大家都着急，所以这个谣言四起，小道消息满天飞，一个谣言刚摁下去，刚澄清，另外一个谣言又出来了。这是什么谣言呢？又是路边社消息，小道消息，说重大突破，央行或将大幅下调房贷利率，最低至 0.5%。 近日，据彭博社独家消息，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进行重大货币政策调整，拟全面下调房贷利率，以刺激房地产市场，促进经济增长。这一举措若实施，将是近年来房贷利率政策最大调整之一，对房地产市场和广大购房者都将产生深远影响。根据彭博社获得的消息，此次房贷利率调整方案如下：说首套房贷款利率将调至 2.5%， 二套房贷款利率为 1.5%， 符合政策规定的三套房贷款利率更是低至 0.5%， 这些利率水平均创下历史新低，远低于当前市场平均水平，旨在降低购房者还款压力，提高住房购买积极性。这个路边社的小道消息，这个我感觉像极了是那些炒房的人散布的。你看他散布的还挺有逻辑。第一套房首套房贷款利率是 2.5%， 第二套房是 1.5%， 第三套房是 0.5%。 你看他这意思就是你买的越多利息越低，你要买第三套房好吗？这完全跟以前倒过个了。以前是第一套房首套房利率低，第二套房利率高，第三套房利率更高，而且不让你买第三套房。现在鼓励你买第三套房，第三套房的利率 0.5%， 那你说银行利息的还得下调。这个六大国有行的3年期存款利率是 1.5% 到 1.6%， 或者你买三套房利率是 0.5%， 你的意思是让银行还得倒贴呗？要么就是银行六大国有行把那3年期的存款利率要调到 0.1%， 那要不然那银行不赔钱吗？或者你每个人去买三套房，银行还倒贴，这利差是负的，对吧？也亏这些炒房的人想得出来。如果3年期调到 0.1%， 那活期存款那就是负利率，你存银行里面活期的，你不仅没有利息，反而还得给银行交钱。这个怎么说？这个炒房客的想法是美好的。我知道日本它按揭贷款有 0.5% 的，但是你要知道人家日本的金融业经营水平那是在咱们之上啊。日本还真实行过这负利率，所以它购房的按揭贷款利率非常低。我们如果银行要做到 0.5%， 那银行就亏钱。
它自身的这个成本都扛不住。换种说法，大家把钱放到工行，不要利息，工行拿着你的钱去万出贷款，按0.5%给那些买3套房的人借钱，工行都要赔钱。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更重要的是韭菜不买房，房子卖不掉。它主要不是利息的问题，利息是个问题之一，但是主要还是房价高，就是房价跟收入脱节，大家预期不好，就不觉得房价以后会涨了，有人接盘。这个利息只是次要原因。这些炒房的人，他完全无视供求关系，也完全无视人口在断崖式下跌，就是自己在那意淫，说明炒房客已经扛不住了。关键时刻就要到来了，这些炒房客一旦扛不住，恐怕就要夺路而逃，就要往下杀价了，导致房价加速下跌不是坏事，它就是在寻底，早点见到底，早受益。我们再看媒体报道，看看新闻，他报道一个叫35亿文旅项目开工1年后烂尾，说开工仅1年，35亿元文旅项目终止实施，该反思什么？近年来，不少地方的文旅投资，特别是重大文旅项目建设，呈现出明显的升温态势。产业发展离不开新项目的投资建设，但前提是依法依规、量力而行，尊重产业发展本身的规律，而不能成为一场豪赌。这个文旅项目啊，一般的伴随着肯定有住宅、有房地产，还有商业，它是一个综合项目。咱们熟知的就是那个张家界是吧？什么大庸古城呢，投了几十个亿，打了水漂，只有停车场还在营业。那这个35亿文旅项目开工1年就烂尾，这个叫光速烂尾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根据江苏溧阳市当地媒体报道，开工仅1年，计划投资35.5亿元的江苏常州溧阳天目湖文旅项目停工，相关部门对项目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全面调查，并依法依规对调查结果进行处理。至于停工原因，当地并未给出明确的回应，但据知情人士称，该项目在环评、用地审批以及资金等方面存在问题而被迫停工。当我们复盘这个短命大文旅项目，它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当前文旅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，各中教训值得每个决策者及局中人深思。工程烂尾虽可能存在项目中中后期出现变数的情况，但更多是项目本身先天不足，带病上马。毕竟大项目看得见摸得着，能快速刷新城市形象，出政绩。另外，一些地方为了某些重点项目逢山开路、遇水搭桥，在用地手续、环评、规划审批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甚至先上车后买票，为项目建设及后续开发运营埋下诸多隐患。说造景冲动为何停不下来？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权责失衡，对某些重大决策失误和严重违约行为缺乏必要的追责问责机制。文旅项目是个技术活、专业活，要算全局战、长远战，不能急功冒进、拍脑门决策，否则钱花了、地占了、事没成，不仅造成财政虚耗、资源浪费，对地方而言，面子项目、重点项目只会成为丢脸项目。这个是看看新闻报道的是江苏常州35亿的文旅项目烂尾，我倒觉得烂尾挺好的，早点烂尾。从某种意义上说早烂尾早受益。你要等它建完了，35亿投资全花了，像张家界的大庸古城一样，建好了之后放在那儿，那不仅还要花钱维护，完了又不能开业，那不更惨吗？对吧？现在你这才建一半，或者才建10%、20%，规划的是35个亿的，你恐怕才投5个亿进去，现在烂尾了，正好损失还不大，早点结束。对，这种项目早烂尾早好。我们看看上海，有媒体报道说，上海一小区外墙瓷砖从32楼
落下，9辆车被砸得面目全非。居民说这不是第一次，这个涉及到这个建筑的安全和建筑质量。这种高层上面外墙贴瓷砖，这瓷砖老化很容易剥落。万幸没有人员伤亡。9月17日下午1点多，上海合肥路289弄复信苑小区2号楼32楼楼顶，一块巨大的白色外墙瓷砖突然脱落，从高空坠落，瞬间砸中楼下及临近区域的9辆私家车，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。幸运的是，当时无人经过，未造成人员伤亡。在居民们向新民帮农忙反映之后，新民晚报记者实地调查了解到，小区建筑外墙此前就曾发生过瓷砖脱落。物业公司平时只靠肉眼观察排雷，并没有请专业机构定期检查维修。说真的，当我们路过这些高楼的时候，真的要小心一点。你不仅要防那些广告牌子掉下来，防什么遮阳棚、雨棚塌下来，你还要防高空坠物，还要防外墙剥落。前几天有网友拍上海的最早的豪宅，叫汤臣一品，按价格算，它现在还是豪宅，豪宅里面还是排名靠前的，因为它不低于20万1平米。但是你看那个房子，因为也20年了，外墙是吧，都已经旧了，铝合金的，显得有些衰败。豪宅一样，我们马上就要陷入一个什么，就是我们买的房子还不错，但是随着经济不行，这房子投入的维修保养这个经费恐怕不足，物业能省就省，这样会导致很多房子质量就肉眼可见的在下降。它本来质量也就有问题，再加上维护跟不上，没钱。不光房子，咱们修了很多高速、高铁、地铁，大量的基建，如果未来没有钱维护，那你想一想，那是什么一个场景？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热搜，也很有意思。这个热搜叫“月入1万在国内是一个什么水平”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头条、热搜都有中国月入过万的有多少人。说实话啊，一个月1万，说多不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看，你买个房子，你买个什么东西，动不动都是1万。买个苹果手机，你买那个17 Pro Max， 那都1万5以上吧。你去西贝吃他那个预制菜，人均得100-200吧。所以相比较1万还真不多，但是说少，这1万还真不少。毕竟绝大部分人是拿不到1万一个月的，所以现实社会就这么割裂，就这么矛盾。让你赚1万的时候，你发现这1万块钱真的很难赚，但是让你花1万，你发现这1万块钱根本就不经花。我们看一个视频。月薪1万在中国算是什么水平呢？刷到过太多00后月入5万，95后存款100万的视频，是不是总觉得自己月入1万像是在拖后腿？今天咱们就抛开焦虑，用数据告诉你，月入1万的你其实赢了95%的人。建议点赞收藏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扎心了，全国7.34亿的就业人口里，月薪过万的仅占4.8%，相当于每20个人里只有1个人能触摸到这个门槛。月薪5000能超过72%的打工人，1万直接碾压95%的同龄人。农村家庭月收入仅3200元，1万是他们3个月的全家总收入。那么月薪1万在各个城市的生活到底怎么样呢？在北京、上海，月薪1万可能刚够温饱，房租就占到了4000到6000元，占了一半，剩下的钱吃饭、通勤，偶尔跟朋友聚个餐，基本月光。有网友吐槽，在深圳拿1万活得像条狗，回县城拿5000，顿顿吃肉喝小酒。在武汉、长沙这些2、3线城市，月薪1万可是太香了。公务员月均6000，企业主管也就8000，你这收入妥妥的超过了大部分人，买车买房压力都不大，生活滋润的很。在农村，1万可是个天文数字，农民月均收入才1600多，1万相当于他们辛辛苦苦干大半年的积蓄。在村里，你要是月入1万，那就是全村的骄傲，走到哪儿都有人夸你有本事。那为什么我们总觉得1万很穷呢？
那是因为我们都被互联网骗了。刷到的00后创业年入千万，95后住豪宅、开跑车，要么是家里有矿，要么就是在割韭菜。真正的普通人根本不会天天晒收入。1万是一道坎，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个数字所困住。但是如果你还没达标，你也不要焦虑。全国70%的人月薪都不到5000。最后送大家一句话：工资是暂时的，能力才是永恒的。我们总是在说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，我们不要去想什么时候发光，因为发光是有运气的因素。我们应该去想的是我们是否是金子，我们如何成为金子。所以我们与其花时间去看别人炫富，不如多花时间提升自己，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。你觉得月入1万够花吗？评论区留言。有很多人他恐怕没有仔细想过，单说一个人他有存款100万，那大概率他这100万不是靠工资慢慢攒的。不是说很多人，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因为这前2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，有种种原因买了房或者干什么加了杠杆，莫名其妙就有钱了。但那个不是他一个月1万挣出来的。北京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他只要有套房，那他怎么着这个资产都得500-600万。那有的人恐怕努力拼命攒钱，把贷款就还上了，他房子可能买得早，他就有资产500-600万或者600-700万，那都是加杠杆房价上涨送给他的，不是他工资攒出来的。如果他把这房子卖掉，跑到郑州再买套房，结果你看他又有了一套房，完了之后他还有存款几百万。很多人手上的存款就这么出来的。但是现在不行了，你要买房，你不仅存不到钱，反而恐怕你把你以前赚的钱搭进去，你还欠银行钱，把房子卖掉你还不够。网上有人举例子说，他在深圳2021年公司裁员，把他优化掉了。把他优化掉之后，他一生气，想着没面子，找工作也不好找，他就把他深圳的房子卖掉了，卖了1000万，准备创业干把大的。但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项目，左挑一挑右选一选，一直没下手。结果就这么时间一过，过了3-4年，最近他又在同小区买了一个同户型的房子，说位置更好，装修也更好，只花了450万就买了。这是在深圳，说他这几年啥也没干，就赚了550万。你看很多人钱就是这么赚出来的。这房子又回来了，对吧？还是那套房子更好，手上也多了550万现金。这样的故事很多，反向的故事也有。2000几年的时候，我的朋友在深圳，他把房子卖掉创业，搞了一个小公司做手机配件，做的还不错，一年能净赚100-200万，不到200万吧，就什么都去掉净赚。结果干了5年，他想买房，他当初卖掉的那套房，那价格翻了好几倍，他这几年赚的钱加上他以前卖房的钱，加到一起都买不回来他那一套房，就落了一个忙，完了之后还赔了钱。就这个还是创业成功每年赚钱的，那还有很多人创业不成功，双重打击。所以你看啊，房价涨房价跌，讲的故事都不一样。在北京2000几年的时候，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四合院卖掉了，到美国到加拿大。他们还很多人是1990几年卖的，那时候不是流行移民吗？现在也流行，那个时候更流行。后来等了10几年之后，等他回国，他在国外赚的钱，打工挣的钱，加上自己卖房子到国外的钱，回北京想买套房买不起，想把他那四合院再买回去，那是更不可能。说到创业，咱们再聊一聊。前几天云海肴的创始人叫赵涵，他不是突发心梗吗？去世了。由于他创业这个赛道是餐饮业，一说餐饮业大家就明白了，那多卷，压力多大，整个大环境大背景又不好。这个恰恰云海肴的总部，它主力又在北京。你看北京的餐饮那就更惨，这北京连续从去年到今年，社零数据都是在下降。这个餐饮还住宿一个月比一个月惨，而这个云海肴恰恰就在北京。所以赵涵作为创始人心梗去世，恐怕就跟这压力有关系，能没关系吗？拿了投资人的钱，你要搞出成绩，这投资人的钱可不好拿，因为我是拿过投资人的钱的，那人家都是要跟你对赌的，那钱你搞好了那是给你投资，搞得不好那是借款，借款你就得还，砸房子卖地你得还钱。许老板这个万达的王老板，他不都是吃这个亏吗？也不能叫吃亏，反正跟人对赌，没搞好，你老老实把钱给人还了。这王老板现在还在还钱。他这个云海肴的老板赵涵，他发了个朋友圈，
他去世之前，有人把这个朋友圈的内容截屏发在网上了。我们通过赵涵他发的这个朋友圈，我们就知道发生什么了。这个信息量非常大，很有意思，所以我来说一说云海肴的创始人赵涵，他发的朋友圈内容是，他说其实是有一个人给赵涵转发了朋友圈里面一个什么，主要是讲北京社林数据还有餐饮数据非常惨的这么一个东西。这个赵涵就转发上面加了评论，他的评论这么写的，他说其实真实的只会比这个惨得多。北京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华老字号餐饮，这么一说我也想起了这个东来顺，还有这个全聚德，老字号餐饮吗？他说其实是国营的，物业是自己的，租金是没有的，利润是不真实的。把这些自有物业的规模以上餐饮企业的数据再进化一下，那全行业亏损，也就是比咱们从什么统计局给的7月份是吧？这个餐饮业亏损，按照赵涵的说法，那就是北京是全行业亏损。他说餐饮这行现在99%的亏损，一般只有夫妻老婆店能赚份自己的工资吧。我觉得他说的完全是实情，稍微有点规模的餐饮都在赔钱，因为你员工工资你都付不起，你的再加上租金，现在形势这么差，只有谁能赚钱？那夫妻店，人家赚什么钱？就是赚自己一个工资啊，他顶多夫妻俩再加一个亲戚，3个人，那就赚个工资嘛。这种小店恐怕还稍微能赚点钱。赵涵说，好多朋友发了这个数据问我们好吗？很多朋友就问他们，你们云海肴现在效益怎么样？他说，我说利润率跑赢大盘2-3倍算好吗？实际你别管它云海肴怎么样，你这大环境这个样子，它能好到哪儿去？你考虑到这个云海它要拉投资啊，所以它的数据它也得修饰，它就是赔钱，它不能说它赔。你要说你赔，那谁还给你投钱？你的估值还怎么上了呢？对吧？前面投资人不得恨死你了？所以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。他说，不过这次还是要为北京统计局的数据点赞，第一次觉得统计局数据是真的了。反观有些地方还在威逼利诱餐饮企业谎报数据，营造形势一片大好，不是小好，是大好的虚假繁荣，心里一点逼数都没有，这种造孽到不了误国殃民的地步，那也觉得是危害一方百姓了。你看看，他说北京统计局好歹人家说真话，反映了实际情况，还有很多地方统计的餐饮企业利润还在跟 GDP 是同步增长，一看这数就是做出来的 GDP 5.8%，那它餐饮业涨也就是 5.8%。他说威逼利诱餐饮企业谎报数据，很多地方数据就是这么统计的。有的时候对口部门让你报数的时候，他不能说的那么直白，说你在去年的基础上，或者在去年同期基础上你增加 8%， 他不能说这么直白，但是他会暗示你，你经常打交道你也懂，双方心照不宣，配合默契。我以前节目说过了，我以前就干过这事，这个归工信局管，你的企业工信局有个对口部门就给我打电话，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们的下面的人报啊，如实报了，工信局的人不满意，给我打电话，他暗示我你就按去年的报，但是我就装糊涂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管这事，所以我一直说这些数字你只能参考，你参考完了之后，你结合你的感受，结合其他的数字来对比一下，你差不多也只能知道一个方向，你还多看一些其他的数据交叉验证一下。所以从云海肴的创始人赵涵他发的这个东西，其实咱们就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餐饮行业是什么个现状，这不是谁唱空。那我们再进一步想一想，北京是这个样子，你说其他地方好，你这个说得过去吗？这不符合逻辑。要么就是某些地方营造虚假繁荣，要么就是这个含义还在路上，到他那个地方还要点时间。最后我们再想说的就是赵涵作为一个餐饮行业的创业的人，年纪轻轻就心梗，这不管怎么说，那肯定跟压力有关系，压力太大，所以我们还要保重身体，不要焦虑，不要压力太大。经济不好，那你就吃馒头加榨菜，没有什么大不了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
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。谢谢大家。